这个花莲马大安溪的崩山湖，当时第一届1楼升腾着光复乡，除了全台湾的沙跳超人志工大动员之外，国军阿兵哥更加是冲到救灾的第一线。国防部嘛来播送着上新的影片，记录着救灾的瞬间，做伙来看。 这个感动人的画面，是互人看甲脑光啊甜甜甜。另外，阁会当看到有一个查囡仔热情甲国军来拍招呼，这位官兵特别停下脚步，甲这个帽啊戴伫个查囡仔头壳顶，这画面是真感动人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